勇氣繼續做創作。多謝大家，願你哋都勇敢而美麗。場景咧就係描繪住 Coco 咧係懷孕期間上班，自己同埋 BB 嘅同時咧，咁都可以喺職場上面繼續發光發熱咯。我幾中意呢個故事裏邊咧係用旅程嘅一個方法嘅，陪伴透過講故事嘅方式去連結咗呢個情感。